出来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9点啊，咱们开始今日礼拜，请咱大家额头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感谢你带领正经离，搁一摆来到你的殿院。虽然外口有小可淡薄仔雨，毋过阮共款有热情的心情来到你的殿院，也求主的圣神甲阮同在。伫今日的主日礼拜中间，阮会当唱歌学乐主你的名。对讲道中间，阮嘛会当来明白主你的旨意。阮将今日礼拜的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阮来祈祷，靠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请大家掀开圣诗第45首。我第一再来唱。请大家献到圣诗的第41首。41首。咱先甲这边听煞。第一再来唱。
17节。车来车来万古热望，人类结连合一人动，只道万魂都将龙龙天，好西向修修天后边，欢喜欢喜，伊马来里伊色来后，祖辈来临。好，刷落来，咱来唱圣诗第485首。主张阮互相接纳，亲像你接纳阮，甲阮做兄弟姊妹，建立三条无烦。恳求你点满中间残愿，心心坚定，愿拢受完全接纳。第一节搁一遍。主张阮互相接纳，亲像你接纳阮，甲阮做兄弟姊妹，建立三条无烦。恳求你点满中间残愿，心心坚定，互拢受完全接纳。第二节，主求你甲阮学习日常生活中间，追求伫人生路途心心茫茫惨。主张阮关心别人，无分本搁我放，无论伫啥款情境，拢必有一条通。好，请大家备办心，准备礼拜。见若求叫耶和华的，耶和华甲因亲近，就是亲近遐个诚实求叫伊的，敬畏伊的，伊要成因的心所爱。
也要听因的求救，来拯救因。听人祈祷的主啊，你若有血气的，拢要就近你。即个吟圣诗，互了上帝圣诗第45首。圣诗45首，学了大笔的福利，受我由主基督，照爸所定来降世，掌管天的万国。伊来要解除压制，受犯得到讨办，有人下罪归天父，公平治理万邦。圣诗45首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是怎样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？伫酒杯第7面嘛有吼。尼西亚圣经，阮信独一天上帝，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。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。伊伫一切世代以前，对爸生的，对上帝出的上帝，对光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，是生的，毋是受造的，甲爸同一同体。万物对伊来创造，伊为着咱人，为着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。对圣神照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成做人，伫本着彼拉多任内，为咱顶十字架，受难埋葬，照圣经所记载，第3日搁活上天。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伊的国无穷无尽。阮信掌事活命的主圣神，对爸甲囝出，甲爸同受敬拜，
当受阳光，伊捌读先知讲话，阮信一个圣、共同使徒的教会，阮个别一个为得赦免的洗礼，阮期望世人过我来世活命。阿门。这是咱来启用圣诗后面启用文第42篇，也就是以赛亚11章1075页，启用文第42篇，现着咱三甲来启用。亚细老树头的布影，上主的神要甲因同在，叫话甲勇气的神，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，伊袂照咱目睭所看的来审判。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，伊要用裁决做棍讲迫害的，伊要用公义治理，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。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，有某甲熊会做伙食草，狮会亲像牛食草，食年的婴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。伫我的圣山逐所在，因为对上主的认识会普及全地。请过来念圣诗41首，圣诗第41首，请来以马内利，请来以马内利，救赎以色列正经儿，忍受牵线，失志伤心。夜头毋望圣囝降临，欢喜欢喜，以马内利，以色列啊，主要来临。圣诗41首，请咱起立念全首。
请坐，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永活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用无限的听，搁一摆吸引阮属你的囝儿来到你的圣殿。虽讲清早落雨，有搁较寒，总是阮热切的心，无因为安尼来消失。感谢你，让阮有即款的机会来甲你亲近。今仔日是大抗节第2主日，阮点到第2期的蜡烛，备班、警醒、听候，主耶稣你的降临。亲爱的主啊，面对全地瘟疫，阮真正无能为力。心中充满惊吓，愿恳求你的怜悯，搁一摆临到伫全地，求你赦免阮人的无知，以及所犯的罪，原款的全世界无犯肺炎，疫情到今犹原遮尔严重，特别是秋冬的季节，阮应该搁较谨慎小心。遵守政府防疫的措施，我来求你帮助阮，透过即个疫情，互阮搁一摆知影阮人是何等的自微细，何等的有限，何等的软弱。但阮伫这时阵，阮就要搁反悔真多，尊主你最大。亲爱的主。佮接续来几个礼拜，阮教会有侪活动，圣诞节、赞美礼拜、报佳音，也是庆祝会。求主祝福伫每一位参与服侍的兄弟姊妹，既然因所着无爱，互因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，也互要来参加所有活动的人，会当有你的圣神的感动，来认捌你，来归应你。另外，我感谢主的带领，1年外来，遍布小组伫祈祷中找找合主旨意的牧者，通来教会牧养羊群。感谢主，当阮定伫即个月第4礼拜12月27日要召开会员好会，拣选新的牧者。求主圣神亲自做工，互遍牧的事工会当顺利来完成，通来互文山教会圣工推动更较顺利，更合主旨意来形容主你的福音。主，阮也感谢你。伫130年前，将福音的种子也伫目沙地区，担已经布院大丛，开花结籽。阮计划伫明年4月要举行感恩礼拜，也恳求你，互参与伫设到130周年筹备会的当天，有你对天来的智慧。想随因逐人无共款的才能，来承受这个美好的圣工。啊，求你赏赐阮智慧、勇气甲气力，让阮拄着心神野善、孤单无助的时，互阮会晓搁一届自信仰望你、倚靠你，带领阮经历伫你内面。完全的交托甲平安，无论啥款的境况，你拢甲阮三甲伫地。阮也特别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，求你互执政者、政府官员有你赏赐因的智慧、甲远见、毅力甲信心，伫关键的时刻，也要谦卑来寻求你的旨意。阮也恳求你，互这在野党。互因无阁有私心，
会通同心协力，共度难关，互阮国家百姓会通过着平安快乐的生活。当天气多变化，渐渐寒冷，恳求你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勇健的身躯，也或者软弱病痛久久的兄弟，互因会通伫你的照顾医治内面得到扶持。但阮将今仔礼拜恭敬仰望你，求你赐福甘纳，安尼祈祷恳求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是咱来看，就是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。马太福音第26章，第6节看到13节。新约圣经伫新约的部分是33页吼。现在我来读。耶稣伫伯大尼太哥西门的厝，有妇人人带玉盘，内面底结贵气的香油，就近伊。当伊坐倒的时，摒伫伊头壳顶。学生看见就生气，讲：安尼破费有啥路用？因为这个油会卖得侪银来互送养人。耶稣知就甲因讲：恁啥事刁难这个妇人人啊？因为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，因为常常有送养人甲恁伫地，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，因为伊倒这个油伫我身躯，就是陪伴我埋葬来行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，传这个福音，也要讲起这个妇人人所行，纪念伊。以上。献诗，安怎献我对原主、原上主大真爱。是。
讲道，咱早起讲道要请徐奇芬神学生。题目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我拄则伫圣歌队的献诗中间，敢若听到圣诞节婴仔降生迄款平安甲美好。圣诞节确实是全世界拢咧庆祝的欢喜的节期。伫街仔头，伫百货公司，都已经装踏着闪烁烁的圣诞灯，也有真好听的圣诞的音乐。伫咱教会真早开始，咱教会即事中职当工，因就开始无用，甲咱教会装塔甲敢若媲美迄个网红打卡的地点，对吧？咱伫11月也真无用，办了一个有真水见证的音乐见证会。咱当然知影，12月日是毋是真正耶稣降生的日子？咱是照即个日子来纪念伊伫个历史中真正降生的事实，毋是故事。伫即个节期，生理人检菜拍算要趁予落地啊满满，员工期待有食尾牙趁年终。那安尼，咱诶，即个青年囡仔可能是希望有圣诞 party 或者是礼物。你甲我伫今年诶圣诞节是用啥物心情？是感觉足无用，压力足大诶，希望较紧过去，或者是抑阁咧烦恼讲，我有啥物代志还袂做好，也是甲囡仔共款足兴奋诶。那安尼，圣诞节诶主角耶稣咧，咱敢捌想过，伊是啥物款情形，啥物款心情？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阮的天父，我要伫你面头前献上感恩，因为我知你互你的圣囝降世，是为着阮，要显明你对阮的疼。互阮伫个大降节的节期中，阮搁一摆用全心全人来伫你的话语面头前得到你的养赐，互阮的心甲你的心得地，求你的圣神也即时甲阮得地。互阮伫你的内底得到对世俗内底的透放，互阮会当专心伫你面头前得到安息。阮安尼祈祷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对拄则所读的经文，拢我感觉我相信遮个长辈拢足熟啊，因为这是伫马太福音第26章一个真短的经文。如果咱若要为头前看，伫马太福音第21章开始，耶稣就骑驴仔，耶稣就骑驴仔入去耶路撒冷城。迄天日头真赤，路边有真侪人摕着棕树枝伫遐欢呼耶稣，讲何塞那，何塞那。因拢承认耶稣是以色列的王，场面非常的热烈甲阳光。但是咱知主是超越时间的，伊是全知全能的。对入去耶路撒冷开始，伊就知影即条路的路尾尽头，就是爱徛去你十字架面顶。所以你想，伊伫咧逐个人咧甲欢呼迄个阳光的时，伊的心敢完全欢喜。死亡亲像一丛大树，伊的树枝压嵌伫即条道路顶，嘛压嵌伫耶稣的顶面。伊行即条路是又搁光明又搁阳光，但是也是又搁黑暗的道路。耶稣心内的滋味是安怎？如果咱若甲时间对即天提早33年前，那安尼咱来设想，伊要降世进前咧，伊是圣洁全能的上帝，伊知影讲伊要限制家己，诚侪人出世伫即个充满罪恶甲拉散的世界。伊嘛知即条人生的道路
就像咱的人生共款，会互人反背、出卖，甚至佫较凄惨，互人气杀。即条道路的落尾是惨死，伫十字架顶。如果你的囡仔若跋入去屎坑，需要你跳入去迄个屎坑，有足侪拢是屎尿的屎坑，只要你跳入去，甲伊救出来，你的心情会安怎？我想你真着急，想要真疼伊，想要救伊，但是你咧跳的那一瞬间，你的心情安怎？我想伫大港这期的即马，耶稣的心检采嘛是安尼。咱来看即段经文，镜头对耶路撒冷的街仔头遐看去，面顶肃上的闹热，有几个人面色真沉重，一边行一边讲话，因就行入去祭司头该亚法的厝。这是祭司头，伊是官方的祭司，伊甲民间的祭司长甲长老咧开会。圣经讲，伊毋是伫咧伊的房间内，伊是伫咧因厝的院子，所以代表是伊无惊人知，这是一个半官方、半公开的会议。这嘛代表因感觉伊做的代志无啥物见效，伊想要计划暗杀一个人，毋是罪恶，毋是毋对的代志。因咧讨论的，毋是讲耶稣对甲毋对，因咧讨论的是安怎卖互大家发现，来甲耶稣暗杀。我真好奇，这中间所有的法利赛人甲文士中，敢有无赞成因做法的人？但是因无出声。福音书的作者素常甲法利赛人、甲文士、甲祭司，拢讲做是歹人，对吧？因拢是对敌耶稣的，因拢是无性命、无活命、无真理，是权威的。但是敢真正拢安尼吗？就是因为福音书安尼的描写，检采伫历史中有真侪人伫怨恨犹太人，因为因是甲耶稣钉死的。也检采福音书的作者安尼写，是代表因会无出声、无反对，也代表因爱伫历史中，伫上帝面前负淡薄仔责任，因为因无出声阻止。伫另外一方面呢，并无在场的耶稣，伫因的诡计声中，已经闻到死亡甲权势的臭味啊！耶稣迄当阵拄甲门徒入去太过西门的厝，这是一个有日头真温暖的下晡。耶稣选择入去到伊所疼的人的厝内做伙食饭。太过西门，伊的太过一定已经去互人治好啊！若无伊无法度伫厝内请客。耶稣伫伯大尼有真侪好朋友，就敢若受过伊医治的人，也是听过伊讲道的人，佫有门徒，遮个人是听耶稣的。伫耶稣面头前，即群人是听耶稣的，甲徛伫耶稣后壁要陷害因的迄群人是无共款的。即群人是受耶稣医治、了解耶稣、甲耶稣做伙生活的朋友。但是，就是一个真轻松的下晡，冲突发生啊！是一个妇人人，伊行入去西门的厝，伊手摕着玉盘，直接来到耶稣面前，将玉盘的香油倒伫耶稣的头壳顶，马上迄个香膏的香味就充满规厝内。耶稣的面就显出笑容，冲突就伫即上阵发生啊！
耶稣的门徒看去啊，就无欢喜，因就开始议论纷纷讲。当耶稣看到这个妇人人来时，伊嘛知影这个妇人人要做啥物，但是无人知影。这个妇人人安尼是咧创啥物？兄，伊哪会当用香油抹主？伊敢毋知影安尼真无下体统？伊是一个妇人人呢。抹油这个仪式，是咱老祖先留落来重要的仪式，是咧鼓励君王祭司的仪式，必须伫正式的场合，并且是由灵性地位悬的人来执行，是鼓励君王甲祭司的仪式。伊哪会当安尼黑爸母？这个场地毋对，这个妇人人嘛毋对，这嘛无符合咱的传统啊！佮用遐尼贵的香油，拢拍算，伤拍算啊啦！毋过我咧看，主真欢喜呢。哼，互我来处理。为什么遮尼拍算？为什么毋甲遮个钱真济送向人啊？恁敢知遮个钱会当互偌济送向人食饱？伫马可福音甲约翰福音拢记载，即款香油非常的珍贵，会当卖300个银，换做今仔日可能就差不多50万至60万。伫一天安尼行动中间，就甲开去。若是我嘛会感觉，伊是毋是头壳歹去？所以我确实感觉文道讲的实在是足疼心、足合理、足理智，佮合伫犹太教的教育的建议。但是即款的情形嘛，检采伫逐教会拢常常发生。咱检采会怀疑中职还是东港所做的决定，为什么无合伫咱教会过去的传统制度？为什么处理甲遐尼无合理？为什么袂当做了搁较好？为什么无挂入别个需要？但是耶稣安怎回答咧？伫约翰福音，耶稣有明明指明责备犹太，没有开。耶稣照着犹太甲门徒理解来甲因沟通。耶稣对因讲：恁常有善乡人甲恁弟弟，但是无常常有我。煞咧，耶稣阁互门徒理解讲，这个查某人所做的，是为我安葬来备办的。伫旧约，确实香膏是来暗立君王甲祭司的，这是所有犹太人拢知影的。但是伫新约，香膏还阁有另外一个用途，就是做药啊用，抹伫个空喙，也是抹伫个尸体顶面。耶稣迄当阵还袂死，伊接受伊的油膏，是因为伊咧有表，伊咧甲门徒讲：我得要死，互人当作罪犯来杀死，所以我得要着一个合伫礼统的葬礼。只是迄当阵门徒还阁袂明白，伫咱教会中间，检采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。无共款的背景，无共款的理解，伫传道人甲会友中间，伫团契甲团契中间，伫会友彼此中间，咱拢需要
主动的沟通甲协调。面对面的对话真重要，但是搁较重要的是啥物？是你徛伫啥物出发点来对话。耶稣咧，当门徒问为什么的时，耶稣嘛问伊为什么。伫个即段圣经敢若7节，伫个门徒讲为什么真生气的时，就开始即个冲突。伫个耶稣回答伊问伊为什么是即句的时，就结束了即段的圣经。圣经讲耶稣看出因的意思，就对因讲，即个看出伫个原文内底是认捌，所以应该翻译做耶稣认捌门徒，所以对因讲。希腊文的认捌是生命真亲的认捌，是共倒食饭、共困眠床、穿共一条裤大汉的认捌，是完全的接纳。耶稣认捌门徒，了解门徒。耶稣一个一个知影因每一个人无共款的软件，伊一个一个认捌祭司、法利赛人甲长老。咱是普通人，咱常常用星座、血型、职业、教育背景，加上咱过去个人的经验，咱甲咱的主观就容易套伫别人的身上，也套伫个群体中间。上明显就是咱会讲，迄台北人安怎的？高雄人安怎的？客家人安怎的？是吗？因医生拢安怎的？所以咱需要承认讲，咱就亲像门徒，也是福音书的作者共款，咱无真正认捌了解，咱检测就会带着责备、怀疑，甚至是攻击。咱爱需要承认，咱是有限的，咱有软件、自私、纷争、骄傲，因为咱也有受伤的黑暗面。咱无一中都甲门徒共款，但是耶稣了解咱每一个人的背景，了解咱所拄着无共款的困难，了解咱的心。所以当耶稣问为什么的时，伊是带着了解的心，着门徒的心发问，邀请门徒对家己的心内问讲：为啥事你要刁难即个妇人人呢？我熟悉一个姊妹，伊是我真好的朋友，我真钦佩伊，毋是伊有啥物学历成就，乃是伊自我熟悉伊开始，我就知影伊是一个真真实、真真诚、积极咧追求上帝、认捌家己的人。因为伊甲伊的先生已经伫大陆传福音真久啊，所以我照着伊的要求，莫讲出伊的名，也照着伊所写互我的见证，替伊读出来。伊讲：我是第一代基督徒，出世伫传统的民间信仰的家庭。我伫一回时，我就互我的爸母卖互因的头家，就是我的养爸。我的养爸真疼我，出养的时两家有讲好，讲我会当伫两个家庭来来去去。但是，逐摆我的亲生爸母出现了后，因离开，我就会互因责备甲拍，受到逐项的恐吓，无好日子通过。养爸母因的家族甲我教示讲，养的亲生的囥一边，养的较大天。所以我尽力做好因所要求的，来因报恩，造成我真完美主义，搁真容易自我否定的个性。养女的身份，互我伫个亲情厝边中受人轻视、受人讥笑，讲你就是无人要伫的囡仔。即款的话，互我有真深的忧伤甲自卑。幼母佮我当作是查某囡仔，甲出气筒，言语的暴力，甲逐种的精神上的凌迟，互我毋知影这世间啥物是真正的疼。
伫个人甲人的中间，我总是不断的付出去讨好别人，但是也不断要求疼，阁袂感觉满足。就算我伫疼内底，我嘛充满自卑甲无安全感。自细汉，阮爸母甲我卖出去，大汉了后，因却甲我讲，妈妈讲，当初是你一回事，是你家己要缀人走的。这互我对妈妈有一款深的怨恨。我袂当了解我的爸母，我也袂当接纳家己。伫我熟悉主以后，我就开始有意识的开始看家己的内心，省察家己。伫个灵修中，我发现，我也向主承认讲，我根本就无能力控制对妈妈的疏远，我对伊有真深的无饶恕。我日子不爱安尼，但是我做袂到，所以我时常求主的怜悯甲帮助。煞咧伫一届聚会甲祈祷中，圣神互我知，主明白我的软弱。耶稣是认捌我、了解我需要的上帝。伊也互我明白讲，疼是牺牲，是舍己，是饶恕甲接纳。罗马书第4章第7到第8节，伊讲罪恶蒙赦免，过犯得亚看的人是有福的。主亚看妈妈、爸爸因的过失，互我对心内对妈妈有真深，开始有真深的原谅甲怜悯。我知影上帝疼惜我，伊会当帮助我恢复，所以我要愿意用上帝的疼来疼我的妈妈。我开始用我妈妈会当了解，而且是伊介意的方式来对伊表达疼。直到伫伊在生的时，我有机会带伊信主决志。感谢上帝，总是用伊的恩惠甲爱情，互我做免流。伊体贴咱，不过是尘土。感谢主，总是为我做我袂当做的代志。伊是真神，是活神。伊是我熟在20外冬真好的闺蜜，伫上海做师母。阮做伙读册4冬拢住宿舍，除了小行区、便所，阮差不多拢黏条条。甚至是一个人的眠床，阮也会当伫遐困。我安尼讲是要表达讲，阮互相非常非常的了解。伊捌一摆哭伫甲我讲，伊讲我真想要用健康的疼来疼人，来建立我的家庭。但是过去的经验，互我的材料是遐尼无好，遐尼无够。我要安怎去做好的疼会工定咧？迄当阵，伊可能才20外岁，但是我看见伊不断积极咧找上帝的真理、上帝的话语，实行伫伊的生活中。伊也不断的反省伊家己生命中的问题。伊对过去就认为是一个丑小鸭，变做一个散发光芒的天鹅。伊诚做会当体贴别人，用足油的心来疼人，佮勇敢付出疼的人。伊是互囝儿空间，而且去互囝儿训练甲心脏特别强的妈妈。伊有3个囡仔，2个伫美国，拢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一个伫台湾，有个咧读册，有个咧食头路。伊是因先生的好看手，伊即马诚做咨商团体的导师甲灵修的导师。上重要的是，伊一直快乐甲自信，而且到即马，伊还阁不断伫学习甲成长。灵修导师卢云甲咱讲，咱需要认捌咱伫教会内底，常常咱拢是一个帮助者，但是咱遮的服侍人，毋敢若是一个帮助者尔，咱毋通袂记，咱是一个互相的帮助者。咱伫帮助别人的过程中，咱会搁再受伤，甚至咱抑搁伫个过去的伤害中，咱敢会当接受
受伤的人伫咱的团体中间，互伊踏着伊家己的骹步，检菜是紧，检菜是慢，慢慢啊得到圣神来医好。咱伫咧帮助别人时，咱敢会当搁较敏感看家己的内心，承认咱捌受伤，咱袂搁用过去的伤害搁再伤害别人，因为咱拢是主所疼、主要医治的互相的帮助者。耶稣知影咱疼主，耶稣用了解的眼神门徒，门徒嘛对耶稣的眼神中感受到疼甲接纳。耶稣真温柔的讲：“恁写书刁难即个妇人可以人啊，大声一点。因为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。因为常常有送向人甲恁支持，若是我无常常甲恁支持，因为伊倒即个油伫我身躯，就是陪伴我埋葬来行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普天下无论啥物所在传即个福音，也要讲起即个妇人人所行，来纪念伊。”故事的画面就停伫遮，圣经搁续落，无搁讲即个故事，敢毋是？突然间安尼结束，耶稣最后的即句话，嘛真做真有力的一句话，伫迄个情景中，也伫咱的心内徘徊。咱嘛应该问耶稣：为什么你叫咱不管去倒位，拢爱纪念咧？啊，搁有即个故事遐尼短，敢若2句对话，遐个无出声的人咧，因当场做啥物代志？了后搁安怎？伫咧 NRSV 的圣经中，伊翻译做 "In remembrance of her"， 意思是讲，毋是纪念抹香油的即个代志，是纪念即个查某人。耶稣敢会讲毋对？耶稣无叫人纪念迄个捌伫海面上行路的，看见耶稣变相的彼得，也无叫咱纪念迄个倒伫耶稣胸坎、耶稣上疼的迄个门徒约翰，也无纪念迄个足够讲话、足够辩论、有学问的保罗。为什么要纪念伊？咱做伙对经文来找线索好吗？咱拄则读到一段经文，进前咱讲到耶稣行伫个黑甲暗、光甲暗交集的道路。迄当阵伊受到人计划要暗算。那安尼，即段经文的了后，就是犹太卖了耶稣。伫耶稣封闭迄一暝，因共倒食最后的暗顿。耶稣预言犹太要卖主。伫因做伙啉食的宴席中，门徒食的是疼，是性命饼甲杯。耶稣所食的，毋干若是疼，伊吞入去的，加上互所疼的人反背的苦涩。了后，耶稣就证实踏起你上十字架的死路。你敢捌食饭？甘着目屎吗？伫你的生活中，捌互朋友、厝里的人，还是同事反背吗？如果你捌，安尼你敢有像耶稣共款，闻到迄个香膏的香味？如果你若有闻到，你就会当了解，迄个心一直咧温温啊疼的耶稣。为什么叫咱爱纪念伊啊？因为即个查某人用行动承认耶稣就是迄位弥赛亚，是至高者的君王。耶稣对着伊的行动，毋是对着伊所讲的话，毋是对着彼得的人生，伊
知影即个妇人人对耶稣有真正的了解甲认捌。上帝了解咱，咱敢捌了解上帝的心。即个妇人人嘛，就安尼宣告讲，耶稣是伊生命的主，耶稣伫伊的生命中有王权。咱阁注意到，伫约翰福音，伊有讲到，即个无名的妇人人是玛利亚，即个讲话的人是犹大，是吗？但是伫马太福音，伊拢无记载即两个人的名。敢马太无熟悉因？我相信毋是。因的无名，搁较要强调，的是，因是啥物人无重要，伊的过去无重要，伊的未来嘛无重要，伊的名无重要，最主要是上帝了解即个查某人，上帝了解听每一个门徒，每一个法利赛人，甲迄个奉医治的西门。但是，只有即个查某人真正知影耶稣，了解伊要伫啥物，所以点点啊用行动证明耶稣是君王，是受膏者，是我生命的主。另外一个重要的是，就是因为即个查某人无名，所以伊会当是恁，会当是我。是搭近主心意的人，是要互主伫你我的心中掌王权的人。这段经文，我感觉咱会当用华语来读好吗？我先读一摆，伊讲。